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12 Minerals 呢個頻道，我係你哋嘅主持 AI Jason。我係由加拿大回流嘅香港人，真正嘅我其實係一個由於先天小腦發育障礙而導致嚴重殘障嘅年輕人。透過呢個頻道，我會同大家分享礦物鹽療法嘅經驗同埋知識。今日我哋會介紹嘅礦物鹽係1號氟化鈣 Calcium Fluoride。如果你想保持青春美麗，無論皮膚同筋骨都保持年輕時嘅狀態，又或者有便秘問題，咁就要留到最後啦。氟化鈣係人體入邊非常重要嘅礦物質，佢主要集中喺骨骼、牙齒同皮膚表層，能夠幫助維持組織嘅彈性同穩定性。中年人士如果成日覺得關節僵硬、皮膚鬆弛或者容易有靜脈曲張嘅朋友，氟化鈣可以幫助改善呢啲問題㗎。除此之外，氟化鈣仲有助於強化牙齒珐琅質，預防蛀牙，特別係小朋友都非常適合使用。仲有乜嘢情況可以用佢呢？如果你成日覺得腳腫、腳痹或者有靜脈曲張嘅問題，氟化鈣可以幫助強化血管壁，改善血液循環，減輕不適。特別係成日要企或者坐好耐嘅人，氟化鈣可以幫到手腳保持輕鬆。氟化鈣對皮膚都好有幫助。中年女性特別擔心膠原蛋白嘅流失，導致皮膚鬆弛、失去彈力。雖然氟化鈣本身並唔直接參與膠原蛋白嘅產生，但係佢可以間接支持與膠原蛋白相關嘅組織健康。皮膚龜裂、主婦手都可以通過1號氟化鈣嚟幫助皮膚保持彈滑同韌性。食完之後做運動或者行下走動下，吸收效果更好，而且可以每朝用1號 cream， 特別係下巴位置同條頸，可以令皮膚更加健康緊緻。你有冇試過俗稱彈弓指或者 trigger finger 嘅問題呢？其實彈弓指係一種喺香港非常常見嘅肌腱疾病。彈弓指嘅主要成因係手指長時間勞動，手指肌腱過度勞損，例如長時間打機、打字、經常做家務、抱 BB 等等，都可能會引起肌腱同埋包住肌腱嘅滑膜發炎，令手指彎曲後伸唔直。呢啲同筋腱有關嘅問題都可以用1號氟化鈣醫好。另外，好多中年人士會覺得關節唔靈活，行樓梯見痛，呢啲都可能係膝關節滑囊炎嘅症狀。滑囊主要作用係方便關節活動，減少膝關節附近嘅骨骼同肌腱、肌肉同皮膚之間嘅摩擦，並緩衝壓力點。而1號氟化鈣可以幫助軟組織保持彈性，特別係手腕、腳踭同膝頭哥等關節位。除咗口服1號礦物鹽，亦可以每朝早用1號 cream 按摩膝頭哥周圍，行樓梯都暢順啲。氟化鈣係牙齒珐琅質嘅重要成分，可以幫助強化牙齒，預防蛀牙同牙齒敏感。無論係小朋友定大人，都可以透過氟化鈣保持牙齒健康。雖然氟化鈣唔係主要用於骨骼生長，但係佢可以幫助骨骼表面嘅組織保持強壯。特別係對於容易骨折或者有骨質疏鬆嘅人，氟化鈣可以提供額外嘅支持。對於剛生完 BB 嘅媽媽，氟化鈣可以幫助身體組織恢復彈性，特別係骨盆同腹部嘅肌肉，仲有肚皮嘅妊娠紋，令媽媽產後復原更加順利，更快恢復自信心。唔講唔知，皮膚龜裂，例如主婦手，甚至因為直腸肌肉張力不足而導致嘅便秘，1號礦物鹽配合1號 cream 都好有功效。使用氟化鈣好簡單，之前幾集都講過。礦物鹽唔使吞，小朋友都食得，放入口等10幾秒，礦物質就會經兩腮吸收，亦可將片劑溶於水中，然後慢慢飲。一般劑量每次1至2片，每日3到6次。6歲以下減半。記得礦物鹽唔係西藥，冇副作用，天然又安全。不過幾安全都好，每個人狀況唔同，有任何疑問請諮詢你自己嘅醫療顧問。記住，健康係一家人最重要嘅財富。如果你都想試下天然又溫和嘅方法去改善身體不適，不妨瀏覽12minerals.com 嘅網站，
了解一下乜嘢係礦物鹽療法，或者留言分享你嘅心得。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記得 like、subscribe、撳下鐘仔同留言分享你嘅睇法。多謝收睇，下集再見。